说了那么多客语，你几个名哎，不要用客家话讲哦。凤靠银，中间的字不用特别强调，不然别人会误会。一条路上，你个爱神之地。 哟，哎呀，结果佢讲的过年啊，已经变客家国语，胸有成竹。你讲一次。胸有成竹。大擂台，鬧熱喐下來。哎呀，今日係淘汰賽，淘汰賽，係踢禮拜嗎？踢3個禮拜，踢3個禮拜啦。係咯，哎呦，嚟，介紹你今日評審先。一大學先生，7個嘅先生，總經理先生，6個嘅先生。 觀眾朋友，千款，今日來到嘅來賓呢，喂，表現順順。哎呦，哎呦，順順過來啊！來咯，真係啊！順順哥，羅思妍。哎呦，他家全部有談到羅思妍哈，佢創下呢個三太跳歌曲，創到非常嘅有味道啊，聲音之嘅，做得唱到安吼，忙是彈佢唱過流行歌曲。哎呦，大家拭目以待哦。來，彈看啦哈，羅思妍，命運。來。 主持人好，順順哥。哦，唔加唱呢個神太跳，唱到寒河潭哦。係啊，我知流行轉對唱神太跳呀。咩啊？佢都唱平板嘅。平板。對啊，你樣唱流行歌曲做，係你咁樣，係那個還會旋轉啊？奇怪。習慣了。這個它的節奏感，它的運氣，就是它的打拍子的那個律動感。 每一個人不一樣。對，你像我那天看那個張學友演唱會，他就是，手拍到，好像要飛起來一樣哎。一路上有你，苦一點也願意，就算。所以這個很好啊，也很雅提神，莫不用退咯，好嘛？哦。哎呀，以後他可是不紅，哎，唱歌的。 哎，这是真的一个很好的特色啊！这阿公留下来的啊，最近不得了啦！怎么说？4處參加比賽，每個比賽嘛一參加，攏係第1名。很強哦！全部攏第1名。用講的也難不倒他，用唱的也難不倒他，用吃的也吃不倒他，用睡的也睡不倒他。睡睡羊。你最近在
比赛哪一些东西？你讲一下，按认真，按优秀。最近跟那个阿公对唱《天穿日》的那个亲子对唱组，亲子第1名。掌声鼓励一下。阿公要来啊！阿公，你好，阿公，好久不见，按叫冇看到。哦，去年看到了哈。係咯。去年有來一擺嘛？有。係啊。一個順呢，越來越強嘅呢。我講咩？你兩位主持人大家安好是？冇啦，這個可以培養，同人嘅孫子培養都按好啊呢，係咪？按厲害啊！冇幾厲害，該老羅哥嚟比長大嘛？當然啦，嘅。喂。我跟你講了，這個個人領域不一樣。我已經在這個圈子那麼久了，哎呀，已經。他才剛要冒出頭而已。加油，真的。對。你下一個目標是。那你下一個目標是要比賽什麼？不知道。武功好了啦，好不好？我看你今天穿這樣子，蠻像。下一班做的來朗誦啊，朗讀啊。哦，好。好冇？好。哈，再來賺獎學金啊，好不好？哦，但是給你衝動用版哈，係啊。好，那有請這位老師。思妍你哈，你的童音我非常的喜歡，就是那個童音很真誠的感覺，本來感覺到，這是小孩子應該要以為上。你就是你好好的把握這段時間的聲音，還有你唱歌的戲動久，有這樣子比太年的戲還要久，我覺得這是好好保持的。譬如說你要多運動啊，哈，然後其他的部分我覺得都很完美，包括剛羅大哥講的，唱歌安呢晃來晃去啊，也是一個特色。因為用白hình嘛，你唱歌的時間會本有一種安定的感覺，我不會覺得緊張，就是我會很想要。懂音整彈給爹唱嘛？攝影師不安定。對。跟阿勇講，其實也不一定都要一直晃，你其實到一定的地方，你自己去學習啦。我覺得慢慢的學習，只有一個地方就是我要攏你講的，所以講，因為可能傳統組衝動久誒，你要關係安尼唱法，唱流行歌，你除非再多一點感情，然後多一點律動，你除非喊啊吼。對嗎？因為不能當高分啦，因為至少你在台上的表現是很自由自在的。什麼嘢？好，那你來看下個分數哈，看有辦法拿到獎金冇？好啊。分選個羅思妍的分數。冇問題，哎，OK， 96分。來啊，衝一下，喊一下就衝3000，喊一下嚟嗬。這來。剛剛女拿獎金沒有？好了，頒發獎金3000元。好，3000元拿這本阿公哈。哈。好。好，一係自己留下來用。攏好。都好啊，都一定講都好嘅啦。好啦，謝謝哈，下次有機會再來，好不好？好，安志 say 哈，加油哦，加油哦，哈，要多聽阿公的話哈，多學習，哈，好，加油，好，拜拜，回做消息，拜拜，拜拜，好。好咧，我哋比賽之前嘅公平係，有請到我嘅阿公葉家修先生。基本我講評分標準較係公平啦，前2禮拜要講多講。佢本來嘅技術吼，淘汰賽本來就會注意嘛，音準啊、節拍啊嘛個。體育重要是講吼，愛唱歌較緊張，你就會先做深呼吸到身體嘅共鳴位置，那個調到像你平常這個唱歌練歌較強壯。還有一點，樂隊小強老師可以是做較好，前奏就天天唱。因為你若天天唱較好，等下你歌較好，你嘅唱歌嘅方式怎麼強壯，然後樂隊怎麼強下，嚇，就啲體育要注意。細細嘅毛病呢，淘汰賽㗎，我哋會斟酌。因為個，啱啱感覺說，馬上就潛力，馬上就係將來會在這裡表演，心智會好嘅，就一定要讓他有更好的表現。好，安志 Sir， 哦，這個個人特色也很重要，哦，係啊，好咧，夾這項叫咩比賽啊？來 ，TV 有請到葉景賢帶來《沉沉嘅思念》。來，彈翻啦。我係葉景賢，我又來了。
今日要唱的歌曲係陳冠宇老師寫的歌曲，很多層層嘅思念，由蔡玉雲小姐所演唱的。今日我愛出門，睇個睇咯。寒寒嘅天，冷冷嘅天，冬去春來花又開，拍拍些樹，高掛天邊，桐花開出又同時，一撒嘅路難行。腳步在身上對，洶湧嘅天空，無洶湧嘅面，樹當飄落嘅喜愛，層層嘅思念。謝謝兩位主持人好，哇，哎呀，非常有感情的一條歌曲哈，很好聽。哎呀，你又把它唱得那麼美，哎呦，真的。這個歌詞寫得好，歌詞下以後，哦，歌詞下得好，人家唱都講啊，對嘛？順利做櫃台哦。真的哦，還有做生意啊。音樂先生，都樂器行做誰了？哦，你有開樂器行啊？哦，那你應該每個樂器都很厲害。哦，全部都會啦，我寬啦。哦，我寬。看樂器賣樂器啊！啊，你自己開樂器行，你曉得嗎？有啦，多少？有教啦，有教，目前教烏克麗麗。哦，烏克麗麗，個簡單的吉他。小孩子班。哦，彈琴沒有。彈琴嘛有哦。聲音彈琴就有。厲害，本身就是音樂人呢。所以很熟悉啊，對呀。厲害厲害。啊，你來彈一下欣賞的鋼片，好，來。有唱到葉家秀先生。我嘅感覺啊，是過分太羞了。我嘅感覺是講，本來想要給你滿分，啊，實在講有點覺得可惜的是，技巧你弄清做得清楚，但是就一點，馬該嗓呢都往高音的方面去修，高音都修得很漂亮。如果對我來說，你的低音請降，你沒有把它表現出來，請大聲。然後呢？我覺得我要扣你分數的地方是，樂隊老師在編曲的時候，在第二次的反覆，給剛好你撒給路南行那個地方，對你來講，這首歌第一次的 B 跟第二次的 B 它是不一樣的，整個的節奏，你撒給路噠切掉了南行，所以你再轉過來的時候，你還是想美美的唱，你撒很穩的唱的時候，我就覺得那個情緒就不對啦。南航，讓腳步在身上對。你從歌要唱到講功法嘛，講故事嘛，所以應該是感覺講，下次麻煩你在唱歌的時候，第一個放鬆，不要一直修高音，然後呢，碰到低音的時候，把身體整個鬆開來，讓聲音像羅哥一樣，這樣一鼓就出來了，這樣就很棒了，好不好？加油！謝謝老師。一鼓就好。哦，這個剛剛這個葉老師講的這個
唱歌就跟说话一样。错啊李宗盛老师也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歌唱是说话的延伸。对啊，你把话说对了，话说好了，歌就对了。因为会感染到人。对，好，来，按你来看一下分数来。好，葉景仁嘅分數。谢谢老师，恭喜恭喜！哇，分数按高。对。哦，第一炮都93分咧，后尾要加油啊哈！加油！看到後尾看到安尼，我有壓力呢。唔是壓力，88分都過關哈，88分。真的88分都過關。先求過關。對呀對呀，哦，恭喜恭喜！恭喜你，好來，合作休息。哦，撒下來。馮靠演帶來昆法。好嚟，大家好，今天帶來這首歌叫做《看花》。因為自己不是客家人，所以在發音方面有特別的加強，希望今天可以表現得很好，加油！太舒寒。你好，小姨大哥你好，你好你好，他不是客家人啊，没他赶你，是闽南人，对，闽南人，台湾人，地球人，有会讲客家话吗？地球人会讲一点一点，那你怎么会讲一点点？就是我的大学同学是客家人，对，那一点点都是骂人的，对不对？没有，是问候的，问候的，对，问候的，问候你妈妈的啦，我知道了。问候你。啊，我真给，你会讲哪几句？什么死蒙你安自谁那种？哦，可以，做得做得，嘿，多谢多谢，打，多谢那是广东话嘞，多谢那个是像张学友的时候，多谢，楼上的朋友多谢，有没有？那个是广东话。所以你去到香港的时候，你是觉得全部都客家人？对啊，所以就学这两个。就这两句啊，还有是包某，哦，是包某，水某某，是饱了，是爆了，是爆了，还有刚刚的歌词也都学起来了啊。但是同学念给你听，你学的还是就听这个 CD 这样子？这一次同学有一句一句念给我听，难怪，对啊，就听起来还算很标准哎。他是很认真的。注音起来，对不对？对，还有数字啊、英文啊一起来。你会全部把它拼在写在上面，这样对，用心的，那么用心的。真的。宽法，好。宽法来，那我们这位老师小英以后哈，那个刚说了那么多客语，其实有一件事很重要，除非讲你自己的名，你不会用客家话讲吗？你自己的名字你会用客家话说吗？对呀，这个最重要了。以后你上台来，我都要听到你说太家好，我系冯靠音。
我来讲一拜。冯靠银，银，对，你不用强调那个字，中间真的中间的字不用特别强调，不然别人会误会哈。来，就太嘎吼，太假吼，矮黑，矮黑，冯靠银。冯靠银，对啊，他那个冯靠银，哎，很棒啊！掌声鼓励，讲得那么好哈。中马刚刚一块是会讲安呢，所以讲你不是客家人，所以在咬字上面，我当然很希望你能够很正。当然，对这首歌来讲，你已经算很标准了。好，那客家的咬字，龙闽南语有一个地方懂腔，它跟国语没有的那个叫入声字、短促音。大白猪讲。跳哈嘎发朋友，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外面是你的同学吗？对，所以他们会客语吗？他们3个都是客家人，非常好，应该也要来比赛。那你们为什么不来比赛呢？对啊，而且他们3个都是客家人，很值得来比赛。而且前面2个已经出客家专辑，真的假的？假的。哇，那跟伊有時間爭來表演啊，唔得啊。充本太感人，冇問題。好嘛，好。好，沈梦妍哈，沈梦妍，好，靠你看，你有这么好的一个资源，其实你比别的参赛者还那多优势的地方。给妹导演还是要纠正你，虽然是一开始你很紧张，这首轻松的歌让你唱得很紧张，而且你有一些词是忘记了 ，and we 电台书那几个地方都忘记，对不对？唱的有点卡哈。然后我喺教你喺咬字的部分，唱歌的部分，我幫你講細細建議，所以講。其实很多歌不见得是要歌词，你才能表现你的情绪。这首歌有很大部分的地方都在啦啦啦，其实你在啦啦啦的地方，其实要做很多的表情，你懂我意思吗？雕塑歌曲才会成立，因为老师的音乐这么慢，你在拉的部分，你自己好像越唱越没有自信的时候，你弹歌演出感受唔到，你第一俩看法冯亮亮太舒行，我感受不到，好不好？我希望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再往前精进一点。特别，因为你声音很好，特别几个假音啊，譬如说周德啦，和春天跟时间，你那个假音都做得非常的漂亮跟圆润的，所以那希望保留你的优点，然后你的缺点慢慢的我们修正，我觉得你很有机会，加油。好，安子 C， 而且这首歌还没懂是他比，好适合你。对啊，那你自己念，你听说这首歌是儿歌嘛？对啊，你选完之后，他才发现过阿明啊，偷呀属狗会儿歌。刚好小孩子唱什么儿歌刚刚好。你只是身高比较娇小一点而来，已。看一下分数来。冯靠银的分数。请你在观众公用以冲来呢歌词怪英文。汉式传送，汉式传送。哦，对对，翻译下。试看了。哦，用冲的哦。用冲的。改英文哦。好，来。试看看啊。唱到评审老师都掌声鼓励。来，看一下分数来。冯靠银的分数。哇，刚刚歌词有忘掉，其实如果没忘掉，分数可能会更好。对。哎呀，小心哦，好不好？不要忘记。加油，加油！歌词一定要，同学可以教你一下啊。好。OK， 好，加油！好，回座休息。好，杀下来。翻滚完带的阿妹嘅等呢？好，嚟彈翻啦嚇。今日嘅天台特別錄像，今日要唱嘅阿妹嘅等呢，表示我對阿妹嘅思念，希望大家讓我加油，謝謝。
什么大家？哎 ，Daniel，Angel，Hello。 Daniel， 哎呀，Teacher 你好，你好 ，English Teacher 啊，英文老师 ，ET，哎呦，长得还有点像啊，嘿嘛，老师，好久不见了哈！哎呀，因为录音的时间有较长的位了哈。其实是双礼拜天啦，播出的时间是双礼拜天。不过当礼拜六就看了。哎，当礼拜六就看哦，节目好看啊！好看哦，好看啊！哎呀，在好看到那个连英文老师来参加比赛哦，吸引过来了，真的很好。因为记得双礼拜有抢到英文的那个部分嘛，哈。双礼拜都想讲用以聪的呢歌词改英文，汉语传送，汉语传送，一礼拜强下来，对，强翻译下，一起加几学习。条阿妹嘅点念啊，嘅按啲重点嘅部分啊，好。来翻译下，好不？系啊，相应阿妹嘅语言，好时常挂在爱耳边，唔敢忘记人嘅点念，爱会记在心田啊！阿妹嘅点念，永远记心田，好。试看啦。哦，用冲嘅，用冲嘅，改英文哦，好嘛好，来。掌声鼓励，感谢，这没有 rehearsal 的啊。对，而且也跳歌一样诶，比如唱客家歌同唱英文的感觉，跟质感都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真的是老师偶像歌词不能直接这样翻的，对不对？哦，我是尽量这样。我们评审刚刚录影之前就在聊一件事情，如果按哈发哈，在世界上它的难度哈，在世界的语言上面排名前几名的。还有我们还像叶老师给他加拿大还按 Q 嘛，他说老师你知道哈发看难哈，要英文看难哈，直截了当回答我哈发。好吧，客家话老师你有干嘛你讲过嘛？所以叶老师的英文程度也所以啊，懂英讲，哎呀，懂英讲，我们的客家人语言能力很好。没有，他刚刚最后一句，我老师如果把他那个 forever in my mind 的感觉可能会比较好嘛。段落要对，就是排字的那个问题啦，就是字的往前走。我原来是说 I'll bear in my mind forever。哦，贝尔不是那个吗？熊吗？不是，贝尔。贝尔是熊没有错。对呀。他另外意思就是可以记在，就 keep in mind 就等于 bear in mind。对，记在心中。记在心中。对。哦，是可以这样子用的，所以英文你看多难学呀。真的，我也曾经学过，怎么学都学不会。我们的广东话都啊跳对了。最近听到那种快速英文有没有？一天让你记7个单字。有没有？跟这种大概那种就那个什么谐音记忆法，图像记忆。好，就是那个什么哦，日历哦，每天上班的人因为很可怜的，所以他每天要看日历，这可怜的啊，就叫可怜的，好，要记得啊，日历叫可怜的啊，那个是比较好笑，比较谐音的地方。还有那个上次也在那个购物台有没有？哇，看人家哇推了一组。哇！我就买了，更便宜哦，更便宜，好，买了一组你要干嘛？快上万块的，我买了一组，然后就买在放在家里的储藏室，没有用。你的储藏室需要摆设一下，这样就对。就拿 KK 音标开始学的，哦，学完以后兴致勃勃哈。第2本以后就没有开始学了。唉，这个还是要有心的哈，要有心的。对，来谈公平，好了，公平。总费先生，文安哥，他你唱歌的时间，想讲你的音色很特别，那时候在想说，对，嗓音
2种感觉，他这种声音就是不是烟抽太多。 酒喝太多，那种是拱发掉，我已经教太久了。嘿，你看英文老师哦，你教学生的时候，你拱发拱太多，所以你的声音就是会哑。对，那听你说话，我就确定这个特殊的音色是不是感冒？对，多年来的经验。我刚碰到罗老师，就好糟糕，我今天声音糟糕了。 我声音状况不好，我碰到罗老师。哦，比上个礼拜。但是很特别的是，刚才就是罗老师有说到，哈嘎发哈，它的难度是真的是比较难的。当你在用英文唱的时候，你的嗓音就冇空用哎，你的声音反而就比较亮一点。那我就跟哲伟老师说，因为是英文的共鸣位置不一样。 啊，所以其实你在唱歌的时候，其实你在高音的时候，你的声音就不会那么的哑。好，所以说你以后呢，你在挑选歌曲的时候，你可能低音的歌不要挑太多，像前面这个，全部都是听到，然后尤其最后面啊那个全部都听到你啊，没有听到字，没有听到音，哦，这是非常可惜的。 你给的爱，永远永远的心田。但是你非常的唐你冲狗，你很稳健，所以你就一步一步慢慢的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很多歌手上了台，你跟总他就会唱歌很赶啊，或者这样。那你这样子稳稳的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大家可以学习的部分。那在拍子上面可以再稳定一点的话，哈。 就更好了，加油哦！好，下歌的时候以后要听得很清楚，不然真的有点可惜。对，下歌慢了哈，对。好，来看一下，他以下歌也慢，看能不能过关哦。好，3分的分数。88分。老师，继续饭，那个是大忌呢。哈？ 犯了你的大忌吧？没，我讲哈，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哦。是在讲，范老师呢，你冲狗嘎，你的音乐感真的不好，就是节奏啊什么什么不好，但这个可以进步的，因为我一直看到这个淘汰赛以来哦，他这位是 Tisa， 他根本不用旋律，他光用那个声音跟 讲话的方式，就可以感动人呐、而且有些时候，是在讲让我感动到的是，时常挂在耳边那一句，因为那个地方的和弦比较特别，然后呢，他就会直接把那个情绪就做起来了。就阿勇跟歌手呢，我相信各位老师都会在音乐上把它淘汰掉，但是呢，老实讲，我会觉得把它留下来，因为如果 你再去加强一点点音乐方面的感觉，然后把歌唱好的话，就靠这个声音，然后不要觉得你感冒就要降 key， 好不好？我觉得你好像降了一点点了。如果你再高一点点的话，刚刚慧茹老师说的那些问题可能就不见了。所以下次留下来，我要看你的继续的表演，好不好？好，加油！谢谢老师。 叶老师棒哦，哎呀，好，继续加油！好，加油，好，谢谢你。直接回座休息哈。好，下来，请甄选带来《好的阿爸》。躺过来。经过3个月练习，今天带来《好的阿爸》这首歌适合我的歌路，有信心可以过关，加油！ 一生里，总会为之一早家己，风流马路，日沙也多甜蜜，偷偷帮忙一家人，无论太细都会哭泣，有强背了。 不愿怨天怪霹雳，
落水也不惊。想问爱的阿爸，本来早本来计较，可得爱的阿爸，本来强的寂寞，又早温暖计较。罗大哥好，美丽的主持人好，这次我学会了。对，我们柯市长来了。对，柯市长来了。吴孔英、陈建奇的好朋友啊。唔单止好朋友啊，同事。Postman。有曲的啦。邮局三剑客，就是你们三个。就是你们对不对？哎，怎么那么有名啊？啊，怎么那么有名？我们可以是组乐团了。那个报纸有写，新闻有登啊。是。主乐团，你们三个主乐团都嘛个名啊？个人都还注意了。我就是邮局三剑客，还可能还要回家考虑看看。还要回家考虑看看。对，还没有想到啊。那你们三个人有一起练过歌吗？还是一起比赛过吗？我们在 KTV 有练过啊。哦。就是那个陈建居的那个住家的 KTV。住家的 KTV， 对。好，来我们听一下谈一下贡品，好来。比唱的罗国立老师。郑雄大哥你好哈，是，欢迎来到闹热打擂台这个节目哈。那你唱歌，你的声音也好，你的节奏感哈，你的律动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在挑这个方向的歌曲的时候是很正确的。那我鼓励你就往这样子曲风的方向去选歌，好，一步一步的去慢慢的进步。那你今天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在主歌第一句进来的时候就稍微抢了半拍左右，第一句前奏完进来第一句有一点抢拍。回去转播的时候注意一下，然后你在副歌的时候，爱给啊，把那个给是整首歌的最高音的部分哈。来简单现场教学一下啊，从低音到高音有2个唱法，点2个点上去，爱给对不对？都是点，爱给阿爸，爱给阿爸。对。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这种滑音滑上去的，爱给阿爸滑上去，那你觉得哪一种好听？好像是上去的音比较滑上去的比较好听，对不对？爱给阿爸。对，你把那个滑音做出来，哎，对啊，对，从低音一下到高音的时候，你做一个滑力上去就会很圆润，很好听。那今天你做这个部分是比较生硬一点的，那你要一步一步把我们评审给你的建议去修正过来，然后你唱那个“爱给”2个字，突然是一下好大声，都被你吓一跳。柔的歌我们要柔的唱，音高上去，音量不用大。这样子，懂我意思吗？好，去保有这首歌的那个柔度，那种感情，这样就对了，好不好？加油！好，加油！谢谢。跟你爸爸感情好不好？很好啊，应该不是很好啊。唱这首歌的时候咬牙切齿，咬牙切齿，好像你从小被爸爸打很多一样。可能是嘴型的关系，我回去看我的嘴型好像不太好，可能要去整容。来看分数，陈振雄的分数。好，没问题，过关。好，过关了，好，过关了，哇，太棒了！太好玩了，好笑。杀了，哎，杀了，用几难带来，行要记定眼么？哇，要迄几难哦。系哦，你各位行角色咯。今年我创业数客家歌，很多二行会记定眼么？也係我天數學嘅歌嘅，遊戲比賽歌哦。要得到以好嘅成績，希望延續一隻好嘅成績，加油啊！你也是眼迷，愛在故鄉。
两位主持人好。贵人之后。林贵人。伊咧用贵人嘅林贵人。哦，贵人咧同我應該同我做秀嚇。唔曉。唔曉。我都貴人咧，應該當時髦樣做嘅啦。唔會。吃韓國那是啦。我唔曉行。你行幫係看啊？啊？你行幫係看啊？我行啊。係啊。我行哦。對啦。你看到吹保會保唔落去？誰叫他說我要去搶劫？他說你可以治療腰痛哎，他才可以治療的。你主持人情愛情強，真嘅。貴人就學一下嚟啦，係咁樣嘅表演啊！真嘅唔曉。講好教你，講好教你。我真嘅係唔會，唔會上癮咯。唔曉，真嘅唔冇變形係啊。老人家學行路唔多。唔係老人家，咦？老人家以為行嘅點哦？各位行，呢度。好啦好啦好啦。很公平啦嚇。公平公平。這位老師，貴人姐姐你好。加油緊張哦！緊張哦！係啊，不過你當開武器出嚟講，你企到當背出基本分，我唔講基本分，看起來當優雅。你透過歌曲咪唱起來當氣質。我之後搭幾個比賽，特別都有按呢參賽者，所以我班企出來佢出基本分。我講基本分唔係講唔是努力啊，不用功，唔係，就講你本來就具有那樣的條件了。那我們要微調一些東西，譬如講，你唱歌嘅時間有一種問題，所以講。你當想要刻意去抖音，但是抖得又不自然，好有啲彈，有啲跳腳，有啲跳慢，但會打斷我唱唱歌嘅情緒。譬如講，天機你也思念你，我啲故鄉你也思念你嘅你唔好條條去唱你聽愛，某一天各位某一天做咗腳。不要學我。咩可以抖音，真嘅可以抖音。我的意思說不用抖音，唔是做到腳。當然，如果你要做成像羅大哥按的特色，那就是特色。我看歌，我是看歌。有的歌真的可以抖。對，有些歌是對。顧錯講，那抖音會透露出你音準的問題，還有你起舞腳的問題，哈，還有嘛個你唱歌可能想要表現到動腳的時間，會讓這首歌聽起來很拖牛叉啲嘛，啊。拖得很長，而且每一句都嚴強下嘅，按你出邊都冇感情。當然啊，感情做動作，如果嗰唱到跳嚴嘅時間，除咗邊度唱歌拖泥帶水，然後該有感情的時候，該斬釘截鐵的時候，你都冇做好。好，你要記得，好，有一個方法教你唱歌嘅係像葉老師教嘅，要成嚴客家話講落按開嚴唔除非地講哦，那位做的溫氣。那位做的團，好嗎？加油哦！謝謝老師。好，來看分數啊！用歸來的粉絲。我覺得你把這首歌詮釋出一種很舒服的感情，我覺得很棒，我們聽起來非常的舒服。一平常時候有在培養那個音樂的氣息。哦，有音樂素養嗎？會啊，他會樂器耶。那 Nike 那 A 啊，唔好啦，兩眼唔有 A 啊，見咩冇加？看分數啊！用歸來的分數。謝謝老師。我們謝謝。就這樣。我哋撒下來。來文竹帶來愛惜唔經驗。我今日愛唱嘅係愛惜唔經驗。耶穌講嘅愛唱俾我阿媽聽嘅，阿媽愛攞愛加油哦。
哎，你要去哪里？你也要走台步吗？哎，你想要走台步吗？我紧走啊！一时嘞，嘿啊，冲的还没都想，嘿啊，中马会退下暑假嘞。说啊，完成了，完成要走了是。一条歌对佢来讲，迄较传统的歌。对啊，嘿啊，较老地位，通俗。较传统啊，总是讲老啦，嘿啊。也就会想讲用阿嬷的心情，充分阿公堂安尼意思啦。以阿嬷的心境去唱给阿公堂安。啊，你怎么知道这是阿嬷的心境？应该黑啦，按那么爱他。嘿啊。哦，看佢用老的感情很当好，感情很当好。哦，阿公冇啦，阿公神仙了。哦，神仙的。对，去年。那还在世的时候，你就有知道感觉两夫妻感情蛮好。嘿呀，哦，有什么特别举例的吗？某个特别的事情？没嘛感通的嘛，嘿啊。感通的哦，就会会天数啊，阿公讲，落去天空行行诶。哈？落去天空行行，冇生日头嘞？唔会啊，用功夫安尼行同好啊。好运按摩哟。还有之前有在做甜食，是不是？嘿呀，他年轻的时候。对，就是意思说感情很好啦。我那人老的吼，某个东西就会推发的。嘿呀，错，没办法。哦，这但是个老的那种感情，跟那种真挚的感情。但是有谈讲，因为阿公以前的事业做得蛮大的，所以讲常常会外地工作，只是非常长的时间，因为轨道路卡，然后阿妈就要张罗家里所有太些事情。也就什么人为太地方。对呀。好嘞，谈公平，谈公平。总飞先生，嘿，文竹，你的嗓音很好听，我们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但是对，不会觉得说很传统的感觉。对，我觉得你把这首歌诠释出一种很舒服的感情，我觉得很棒。那但是给明你冲狗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你的咬字，你跟咬丝哈，有一点点。像你，好，还有那个莫爱撇啥你，对我们听起来是大早亲自送本你，不是你，好，听起来好像你，然后莫爱撇啥你，听起来像莫爱撇啥你，所以对，听起来像所以像这样的字，其实你将来在唱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去注意这样的一个 p n 这种东西，一定要稍微把它念得清楚一点，这样子我们听起来才会觉得很清楚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唱歌的时间从头到尾全部都空庸，没有情感的内敛，没有比较出来的地方，就都一样。其实刚开始大早亲自送，应该是一个很含蓄呢，我打一个戒指，像今天 give me 我们都讲的一个就是唱歌就是说话的延伸，所以说你给一个戒指说，我打一个戒指送给你，你不是说我打一个戒指送给你，你跟后面的歌是一样的感情的话就有差，所以记得在前面刚开始下歌的时候，其实每一位参赛者好，太嘎住空庸啊，你在唱 A 段的时候，除非这个歌一开始就是很强烈，不然通常一开始是慢慢去渐进，然后副歌才能够有层次。在这些地方哈，如果说更多的去把它诠释的话，哈，会更好。加油哦！好，谢谢。好，来，好分数吧。来，文竹嘅分数。91分，3位老师都一视同仁。就像单一意思啊。你个罗老师哈。罗老师。文竹哈，今日也小分的也一分呢，我这种今日嗓先哈，那个嗓音哈，在高音的部分有一些的很，有点紧，对。以那个嗓先来讲的话，假使讲唔要创那种较传统的流行客家歌曲的时间，你的柔度要做出来。其实就会跟慧茹老师有讲的那个方向啦，哈。传统的那个比较传统的这一种客家歌曲呢，柔度很重要，它的温柔的感觉很重要，跟它律动那个线条你要把它加强出来。那我很想听听看，就是说
将来有机会创较现代嘅、较新的创作嘅客家歌嘅时间，我相信可能会较适合。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声音要放松，不管唱国语也好，唱台语也好，都是要声音要很松、很轻、不要让人家听起来会有很紧绷的感觉。那也是一个会让人家听的人很不舒服的一个声音的来源。好，这个修优点你要去修正它，就这样。好，谢谢老师。安这些哈，你的分数也好。谢谢。哦，恭喜你啊！好，谢谢。继续加油。好，安这些。谢谢，好，回做休息。好，也下传统组的比赛啦，哈。嘿，淘汰赛第3个礼拜咯。第3个礼拜啦。嘿咯。哎呦，可能是今边也得参赛者又得可以顺利过关嘛。哎呀，参赛者係哦，有得去雙面的啦，哈，有得無碼嘅雙面係。有啊，像帥哥美女就雙面。好有來啊你嘛，很好哦。加油呢！接關到人家台灣的，當好當好。嘿，來，比賽之前你介紹你評審先生。賴彥正先生、羅燕先生、蔡元元先生、李秋華先生。比賽之前呢，先有請到賴彥正先生講一下規則咯。今邊嘅比賽係淘汰賽，所以過關嘅條件係嘛呢？第一，當然就會講所謂講接拍啦，嚇要接拍。過然後呢，喺度熬絲，然後要爭模。我第3點呢，爭係講要溫氣順氣模。然後呢，爭講運做嚟講模。所以呢，按照要點呢，嗬，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注意到以後呢，我相信呢，就會可以順利過關。所以呢，今邊大家加油！好，什麼先生？今行別比賽哈，有請到 TV 黃文喵帶來評判。嚟談講啦。今邊呢係第2擺上來鬧熱大擂台嚟唱歌，心裡呢難免係會緊張啦。唔過，我想自家對自家勉勵，平常心都好咧。希望大家相信來聽我加油。新生了。各位主持人好，大家好。安尼會緊張啊？清楚唔會啦，唔會緊張。啊，咩先生哦，先生是唔會緊張。主持人，先生哦，真的很有趣耶，東勢腔哦，先生。老師他叫先生的。先生，唔係講先生啊。先生係先生啊，先生係嘛？不是星星啊，先生。先生。
你就第冇真紧呢，关系的啦哈，关系老太哥想想安尼。老太哥想想吧，想老太哥想想啊呢，就接啊，长长这样子想想。好棒哦，你弄的呢，他们是呢。开玩笑，我主持10几年了，你给讲那个法。我们等一下就看看他还有没有不懂的。哎呀，这一摆就难免会紧张啦哈，但是哎呀，但是没表现到一问题。一平常时哈有在培养那个音乐的气息。哦，有音乐素养吗？会啊，他会乐器耶，对，音乐人呐。哦，我乜嘅教乜嘅嘢？冇啦都。打锣鼓。俺老师系谢启国老师啦。哦，谢老师。教俺就会弦了的。会弦的啦。那个椰子壳啦。哎呀。椰子壳的，错了。哎呀，椰子，佢係講，人家講矮弦的，佢係講矮弦的，個。矮弦的，矮弦的。哎呀。哎，弄做得啦。用矮用矮就做得啦。天優都好啦。天優都好咧。矮一嚿的呀。有幾漢言咯，用言咯。用 A 按叫的。講這個 A 人。那Nike 啊，那 A 啊。唔係啦，兩眼唔曉 A 啊，我看到按多人啊都出鏡。出鏡啦，見你冇爭，見你也當貴呢。個當貴。來，談公平哈，也有唱到賴仁正先生。王文妙先生啊，加唱的哈。穷樣也安尼紀念的哈，但是呢哈，唔好做窮樣嘅樣，另一邊安尼邊會立落去啊，立到窮樣，窮樣天氣新鮮了，錯也神喺大神跳，但是你第3季嘅時節有限，唔做唔得有限了，一限就明明就會大下，唔好窮樣安尼立，安尼立一下吼，強調啊吼，一講係唔會差，但是呢，也私人非做嘅啊。好，所以講人家創嘅嗱一度呢，吼，迄也董事，吼董事嘅試驗啦，吼，像你講法愛講，嚇愛講，嚇也對啦。但是人家就愛，嚇，人家呢，因董事嘅偏那個發言啊，嚇，因為才搞20年呢，啊，20年。當到董事嘅發言同實驗差到係嘛呢？我哋會1上啊，人家就全部飲到4上，像你講嘅都講愛，也愛，嚇。好，人家邊度講，像當然啦，獻愛佛，會變到安尼啦，哈，所以要注意一啲啲咧。獻愛了佛呐。因為董事人唱成歌啊，當然啦，在試驗度上，可以用董事嘅試驗，但是強調還係用試驗啦。個呢唔好全部用立啊嚇，唔好用立，唔好特機衝咗安尼唱，安尼翻嗬就會有一啲啲咧嗬，會固天體咧，俾你變咗講無照思來去顯強啊嚇，好所以注意一點嚇。哦，好，來，看一下本書啊嚟，係。王文咩位本書？我。啊冇話，反而都好嚟啦。反而平常時嘛，你哋有機會上來當一大擂台哦，唱你200就差唔多嚟啦。我哋唱高一下嘅每本歌嘅。哦，那個經典美女。嘅我有嘛，我有，唔係古典美女。水在啦。古經典美女。順呢陣腳做了較無正，要比較硬，還要加講誒愛唔係愛啦，嚇，你牛絲方面，雖然你唱嘅東，我那東西強，但是你發現咩時間，愛就愛唔愛，嚇，還有加加有限時間，唱個有限了，有唔係有限了，啊，本個彈得清楚，你唱埋係，我有限了，唔係有啦。哦，所以我哋特別人注意，哦，一開口嘅時候，不然我聽講有冇新鮮咯，有冇個新鮮咯？哦，人家人家會發現冇要緊，但是你發現咩時間，嘅思考咬會爭來，最主要你咬絲冇爭，所以還有你嘅轉轉呢種腳做得冇爭，要比較好硬啲嘅，希望下回能夠改進，能夠來拿更加好嘅成績，好冇？加油！謝謝。參時淘汰啦，咁我畢業以後，先生感覺唔不差，要強轉來。係哦，我感叫鼓勵。落啦。好，落啦，按住先嚇，排先嚇，會做休息嚇。好，嚟殺下來。龐珍松帶來《落山歌》。好，彈講啦。
上回我14個月來唱歌，結果身體係達到第4名，裏邊我要到獎來唱，還要得到有更加嘅好嘅新節目，希望大家能加油加油加油！山改唱，太太向南，太阴了。龙吟唐朝，天福树南，后上了。唐着那威山猛男，大家好，好，阿松哥，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哇，这康丁大哥又重生了，对，好像哦，因为唱啊都安尼啦。唱都冇这样啊，你哦，康丁大哥不错呢，在14季的时候有拿过第4名呢，拿过第7名呢。哦，你不吓我一跳。哦，你之前的毕业时间拿过第7名。对，法式。哦，年度的吗？年度。没有。贵14季。哦，获得第7名。哦，那么厉害啊！要不有信心嘅获得到前3名对吗？呀，这挺难讲哦。哦，对呀，挺難講哦，有信心哦。係啊。哦，你都看一下，到底有辦法呢？就順利就經過呢。咁就嚟談公平咯。好，有請到羅盈盈先生。潘太公你好哈。首先，按農業一下，因為依家颱風凍溫，所以依家上任呢，談起來呢，就係凍溫天，嚇。所以實下兩個處咯，本都建議就係加強嘅維修，就係依家你係咬死嘅樹每任會下清除掉，嚇。譬如講下明顯嘅係就係天意見，嚇，太陽設置熱愛糖，嚇。你一放係撈佢特質時，嚇，撈佢從到每任下清除掉。按樣先長就乾事啊，嗬，乾人講乜計嘅，按感覺就會出來。愛人了，誰知啊，熱愛糖啊！香港
后呢，按你讲日书歌而感同音，就系应该清晰，还讲应该上任，到应该曲调又特别好。所以呢，应该第三句老人堂正田福书，呢片呢，你系做得加到你自家嘅你系感情落去，比如讲你嘅体势上，吼，咬字嘅抑扬顿挫，又加落去，我相信你贵书歌弹起来会很下加分。好，是梦怡。好，哦，好，韩子 C 哈，来看一下分数了啊。系，嚟看下彭真聪嘅分数。冇問題，好，多問題。好，哎呀，繼續加油哦！好，有機會哦，好，變前3名啊嘞。哦，謝謝，好，來回做消息。好。接下來總存妹帶來3個字。對，彈啦。鼻子流煙你不覺得他很可愛嗎？心球大班啊！哎呦，心球啊，唔敢嫌啊！誒咩心球要冇嫌冇嫌啊，就照佢哋咯。腳那他流台南。昨天那個海選哦，嘛全部人衝平板呢，有兩啥好講，這個愛衝平板，衝到都3個字下去，沒有小強就不行。我沒辦法連續2個小時彈平板。今日呢，我创的迄3個字，3個字對我來講唔係輕拿數的，但是呢，我要多多的練習，好好的加強，尤其作文方面，希望今日能夠順利過關。主持人好，你好，魏聪哦。唱歌嘅聲音同講法用係按亮啊，你嚇。係啊，係啊。我媽人都卡太上。哦，你係啊，唔知叫媽人哦。媽老公啊，媽生人咧。誒，攏有。媽媽老公啊，生日作嚟媽啦。本老公媽，啊，咋媽生人咧？安尼係啊。冇本老公媽啦。冇啦，可能明日好真嘅有從早到晚都在認真練歌啦。哎呦，其實平常也冇當到時間，因為我要做伴奏啊咧。哦，伴奏啊。哦，流水東坡西。冇啦，洗啊你啦。洗啊。我時天天那種半桶水啊你。哦，做幾久誒？做幾久誒？ 10多年。10多年啊，那半桶水那個。冇啦，客氣30、40年，係啦，
今年还那个从在我学习的啦。哦，就从小做到大。冇从小啦，系就10多年前就开始做。可能咱的攀作吼，度过1000多的攀度动作。我自家本身做过就差不多70-80动作啦。70-80种。对对对。哦，你70-80种作，准备要从哪就开始准备了？其实当多东西像有的位做，尤其像年前做，我们的先做。对，沙拉的话4000度，轻度的话做迄差不多前1日2日安尼。前1日2日就可以准备好。但是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也冇可能做，做有像师傅天数，还有年天数啦。哦，安尼观念哈，但安遐攀机种作的，负责的，不是问题，没问题啦，没问题，不是问题，不是问题啦。啊，前丈夫啦哈。哈，红爱样敢强啊！来啦，哇，从头用班的谈一下那个。郑校长。中小记今年创业个3个字，基本上加个条件以后，就甲大家讲加个3000两，最后我哋来讲，就讲加个3000勤劳啦，吼，创业3个字佢啊，办了各方面，佢啊青菜，故说基本上也係加个优点，但是喺我個人看法。还可以有啲老人建議就講，睇佢創佢有幾隻東西吼，佢可能係一個習慣性啦吼。可比講細件嘅件，一寸嘅寸，其實件老寸，也個本身嘅發音冇咁樣，但是佢面向全部都用溜。其實也基礎的考慮，唔係講一定錯唔錯，但是主要從各位最重要嘅係呢一本大家聽嘅時，也個一隻詩嘅發言，故所以可以考慮啊，寫件冇需要寫件了，佢加出來冇乜嘅態度意義，唔係錯唔錯個，創來千好，好加油！沈夢先生，1、2、3。好嘞。總准位嘅分數了。沈夢先生，1、2、3。哇！92分了。恭喜恭喜！哦，哇，92。加油了！哦，繼續加油哈！謝謝謝謝，沈夢你。好，回座休息。好嘞，撒下來。從李芬來帶來平板。來談講啦。上擺先生有老愛講我中戲唔拉，禮拜我轉去有3人練習，希望有好嘅成績，加油！
嗨，阿兰吉哈，哎呀，好。嘿，阿兰吉。你好。嘿，阿兰吉。那米爸看到也觉得好可爱哦。哎呀，这嘛你要讲，因为你还记得吗？他有穿蕾丝的就很可爱。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只要看到比较娇小的，你都会先从人家的头皮先看起嘛。就好像看到我的经纪人一样。又来了 ，Ulo 耶，Ulo 耶。哦，他有穿高跟鞋啊。有啊，很时髦哦。新球打扮来啦。哎呦。新球啊，哎呦。冇妹啊，新球都做妹啊。真的哦。是啊，卢卡啊，吼，迄郑景瑜啊，种新球啊，吼，就动赞的咯。唔敢嫌啦。哎咩，新球又好。冇嫌冇嫌啊，就照迄个咯。我裤痛。冇，我照迄个咯。你喺踢白嚟也比嘛，对嘛？算踢白嘛。你之前根本是来磨嘛？是来过100。是来过哦。哦，对，磨麻音箱呢？有啦哈，有啦。那时候在这边录的时候就。第一次这边摄影棚的时候。踢100的啊。哦。踢100较紧重。踢下几以前就差不多啦。差。你踢100较紧重啦吼，100就较慢咯。要当紧张。娘喂。心肝要卜卜跳。难免的啦吼。你唔要囤几法子强下来，系嘛？强下来参加比赛嘛？以前嘅同学啦。啊。以前冇来。国创办的同学。双拜迄老香菊啦，张香菊啊。哦，中学美浓之光啦，香菊啊，刚好是同学打，强下对打。哦 ，PK。啊，一摆几法子，唔是强下来去过关的嘛，对嘛？唔咩希望讲也做得过关嘛，哈。做啊，当希望过关，做得人摆来，做得强下来。哦，来谈一下公平啊，来。有请到立秋下先生。系，安尼了，风兰，我戏子以后，讲法圆圆呢，就像你唱歌呀，吃言平顺，啊，你今日就你嘅优点。我发觉到你嘅缺点就你大人的时间，你后年就不走出来，好音啊，所以你大人的时间运用得冇讲清楚，吼。就会为贵贱的时候，谈到牵得着牵多素材，很大件的事情，你就为后人做出来。你字越拉个是越老那个了转出来，你字了越拉就喊出来一人，越来个，然后那装饰音，然后佢加下软调，又下长头又下好听。你知了越拉，係你別上去嘅就去那，就係硬，嗬，你喺加強。加上你條件嚟講，我相信你嘅歌誒會越唱越好嗬。所以你注意啦嗬，阿哥出門啊嗬，3年就已經學嘅時候，咩鐵到咁講嘢，你係會你朋友就冇我親講嗬。還有方法，車了你冇你，車了你喲，咁樣嗬。所以你條件好，睇你後天咧，希望講嘅嗬。缺點你嘅改進，我相信你客戶嘅分數會更加高啊！加油！好，按指示，好，來看分數啊！從李風蘭的分數。冇問題啊，這是1分。係啊，其實講雙擺來是隻先生講嘅，乜嘅中氣不足啊，係啊，要加強啦哦。有練習啦嗬，運動啊。有啊，運動啊，所有都要唱啊。哎呦，好，繼續保持下音哈。我希望拉就多啉汽水就好啦，哈。因為真大嘅毒啦。我別講啊。好嘞，下來。突遠風帶隊太普跳。根本嘅藝創嘅太普跳係藝體育拜創，希望藝做得創到當好嘅成績，能夠順利過關。
你好。来安遐参加比赛的朋友啊，大部分全部都是参加过个田传艺的比赛。一听我来呢吼。好，来，我来这个抽查一下。是，抽查一下。有参加田传艺的比赛，请卡数。哦，你用个无啊？你用盲色？盲色参加过？哦，新来就7摆都来天师台呢。就服了呀个。哦，就服了呀，系啊。这么太当哦。所以你看，这也个田传艺那个比赛真的是阿蛮隆重太起的一个比赛，所有的客家节大节。系啊。按牛毛。有啊。有啊，按牛毛耶稣啊。伊家家就是讲游戏嘛，系啊。田传艺的时间比到第多名？平班比第6名，天。乜个意思？都有分乜个？平班族3个，自族6、3个，哦，有分哦。不是说3大调一起这样子比的。不是。好严格哦。咁比如也2点钟全部咧坐定躺平班。错。错平班冲突。也2点钟伊全部咧弹歌字。对呀。2点钟又全部落3个，阿妹我衰退了。所以当评审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昨天那个海选哦，在那个新竹海选哦，嘛全部人冲平班呢。哎呦。系啊，有两啥，吼讲去甲伊冲平班，冲啊倒3个字遐去。当然就无过关。有过关无？无过关。会生气哦。那冲平班的冲到了3个字。会生气哦，很好玩的。因为是清唱啦，所以就会被拉走。真的哦。真的吗？对。没有小腔就不行了。哇，所以这种意思啦。小康老师，你的功能真的很大嘞。海选还是你搬去好了。我没办法，连续2个小时弹平板。不是，没有2个小时，3个小时。连续2个小时，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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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我觉得这平板还不错，还有点跳动。你连续2个小时，老山歌。当滴啦啦哩啦啦啦啦啦哩啦啦。弹到衰退。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安尼传统歌儿有密西的地方。那个韵味。对啦，你少了这些前奏，少了这些，就没有这个味道了，对不对？好，来，唐公平呢？好也唱的《来年真先生》。好，也突远风五师哈，人家唱太普跳哈，唱的呢当然啦，也一平顺啦哈，而且也上也以后。但是呢，就讲因为太普跳了哈，而且呢9强18跳杜方呢哈，其实我建议啦，然后包括突五师啊，我人家比赛选出来的中央啦，其实唱安尼歌的咪吼，唔係一聽到唱安尼歌詞，原來歌詞啊，因為樣講呢，一首歌詞啊吼，是有一道正義啊，嘛個喏，像你講話，一個人講波波碟，有啲講咩哦，高高碟，翹翹碟，吼嘛個吼，所以一道正義啊，我係嘛喏。像你講，家唔唱嘅嗬，山歌唔唱心唔開，有啲嘢講橋唔開啦，只要拗到人嘅事情，學各位嗌唔來，嗌冇一來，會有拗到，所以我是因為講，假使講喺喺邊有機會在唱嘅話嗬，應可以嘛咯，阮哋要歌詞啊，一條歌詞啊嗬，只有太普跳到也下嗬，已經啊嗬，差唔多民國60年代也下冇揾歌詞。我試到講，如果有古聽歌詞係應該冇啊，因為而家同平板山歌詞共用啊。我講就補一下啦。其實啦，吼山歌比賽啊，吼，伊都彈得較自然，之前呢，我記幾年咧，4年咧，像4年啦，4年啦。但是呢，也有講到啦，鑼鼓點先生啊。哎呀，中央啊，打到我酒勁啊，真是的呀。哎呦，個輸安尼愛9點來。對。但是今日比賽有咋個有一個，就講平板組歸平板組啊，大家中央按唱法較好評。你講是講平板同羅山歌，哪較好呢？見仁見智啦，所以你幾組組安尼比嘅法吼，平板組8個啥呢？8個啥？嘿咯，唔係講2點鐘天天咯，我特sản唱嘅韻無同樣，但是有個好處，我有慢咯，當我有因為到詞意啊，突然間唱啱吼，天天就記咧，嗰種當快樂啊，所以呢，我做天上呢做樂事啊吼，我所講。
民俗国外就是甘肃创的人同人之间的那种互动。哎，对对对，老师，你天人夜世界是伊做过评审吗？我是评审有衰退冇？哦，唔會啦，但是咧，要衰退馬唔好講。所以講嚇，其實啦，人家咧比賽有人家比賽嗰種特色，嗰種比賽有嗰種比賽嘅公平性啊，所以我因為講，像人家來比賽嘅話，喺得三人用人設嘅本身最適合嘅歌嚟唱嘛嗬，所以我講，我建議講，人哋比賽選手，像人哋唱嘅其他9強18條，可以嘛咯。阮台灣歌詞啊，莫從迄從民國60年開始有3個版噶，他開始一直唱到呀哈。阮條歌詞我有一隻經驗，謝謝，好加油哈！謝謝。男女真是求新求變，真的啊，這個啊，與時俱增，嘿，很棒哦，很棒，很棒。好，來，看本書來，拖遠風嘅本書。一條綠衫，愛神之地。哎呀，結果佢講嘅貴語啊，已經變客家國語，胸有成竹。你講一次。胸有成竹。三個了好難唱啊！莫言手指哈，人講一聲音叫出，無聲唔是啦。啊，今日談得到人嘅創業嘅3個字。相當的亮啦，哈！來，看本書，來。拖遠風嘅本書。謝謝老師。佢身上會按過分哦。真過分呀！哎呦。哎呀，也目前真過分。目前第1名。加油，加油！哎呀，好，繼續加油，變到前3名哎。好，來過來的，好，加油！有目標最漂亮。哎，真的，有夢最美。加油！謝謝。按這些回做休息。好嚟，沙來。片尾肉帶到路3個來咧。大家好，今日當歡喜又來到客家電視台，鄉親朋友幫我嘅加油聲係我最大嘅鼓勵，希望我能夠繼續加油，繼續向前行，加油！
老师好，两位你好。點解我看到佢哦，一歡喜嘅對吧？用嚟講，嚇，看到佢我都感覺講非常嘅嗰種喜悅感。為什麼？不知道呢。人家是真緊張後真的呢，真的呢。以前就有術師嗎？佢來比幾下拜。一拜天。真係聽懂說。而且你們兩個又穿一樣白色。真的哦。哎呦，情人裝。對呀，有紅配綠啊，哎呀，青出皮嘞。電影佬嗰啲細米用咧，細米用。心有靈犀啊！哎呦，心有靈犀呀！那再撞一下好了。不要了。威森你老師呢？我那個你醜啦。哪個老師？人家是老師哎。啊？客家歌謠老師呢？有沒有很沒禮貌，對不對？還是新傳師啦。你新傳師。新傳師啊！你係新傳師啊？你跟你醜。不要跟他吵。哎，青好醜呢，唔會差呢。樣當好醜。你感覺即係青好舊啊，所以見愛神之地。喲。哎呀，結果佢講嘅貴語啊，已經變客家國語。啊，講嘅客話比人講到更加好啊。因為你愛讀呢個客家經，你是愛學佢嘅話，做唔得老人家建議就帶落去是變唔正。這個是哪個腔？歐北腔。歐北腔。啱講人哋係談嘅時候。佢講開錄嘅啦。佢講開錄，也佢配合人家就講西人。入境隨俗。我承認，啊講開錄嘅，也係冇講西人，很強。很厲害。幾人係大陣呢？動態啲呢？飄飄滾厲害。佢也拜佢也變啊咧，之前來比嘅時節，青好嘅成績係比到度。第5名。幾個第5名。那忘詞啊。哦，因為忘詞啊，哎，忘詞還可以第5名呢。哦，咁一擺有信心，該變落去嘛，前3名該拿下來。輕啲好冇？胸有成竹，係嘛？真的哈，係啊，你講一次。胸有成竹。客家可以啊。有哦，來，打公平。羅茵茵老師，好，美容台仔哈，其實唐伊從三個真緊就係，按你正喺做打分數嘅演藝世界，唐到你嘅上係好，你嘅分數就讓平均一般咧，吼，看出嚟就看你其他嘅表現，吼，所以呢，基本上你嘅上有獎，所以你從三個切對係冇問題。香港你嘅人民，盡講按你主持人講嘅，吼，今日講嘅你係花語。電到有客家腔咧，吼，所以你係腔調嘅，你係運用吼，非常嘅好。接下來就係我上來俾到建議吼，譬如講吼，呢個聽意記吼，龍菜時來每菜凍吼，呢係從龍菜吼喊做運氣吼，就個來時來每菜凍。咁個你啊，建議係時則時係挑戰日記，將來運氣為下好，因為龍菜時來。係人運氣，每菜凍，嗬，冇係講，因為人係講咬字冇清楚，會變到龍菜，係時來將來傳些，就同起來嘅意義就有一點不一樣，可能發音冇標準，係會變成時哦，嗬，時體嘅時，嗬，所以你係運氣係唔係入舌下，咁做啲就個上熱下。個第3件呢，一時唔想愛潛過了，嗬，你係一時唔想愛，嗬，兩片人來維繫，用班咯潛過了，啱意思可能會下順，嗬，我睇到香港呢個維繫又會彈起來下降，對呢個歌曲嘅表現可能會很下加分。
好，是梦。好，是梦，啊，哎呀，好嘞，分本书哈。戲米用嘅分數。61分。你要記得，唔係戲米用，細米用。冇嘢啦。戲米用你好。失望啦。好啦，失望啊。細米用咩做的？唔知假講嘅，你真係。哦，這個宣傳是很親切呢，很配合你呢。那很愛細米用，所以以前我們開會啊，特別開會啊，佢就講，佢唔曉念啊，佢講細米用，個藝術上去啊，上水小到翻細米用。有記憶點不錯。真的，哎呀，所以大家對你印象一聽到。對，後來大家都叫細米用。誒，行説講你知幹嘛？睇下好嘅係細米用。好啦，恭喜啊，恭喜你10點哦哈，謝謝，好，回照消息啊。好啦，撒下來。哎呀，你粉絲嚟啦。娘啊。娘。好，而家看到美女。你可能咩帥哥？帥哥又來了。朋友莫言帶來3個字。大家好，我上回來哦，要冷多，也要踢健壯哦，唱無當好。啊，禮拜要多上來唱3個字哦，希望順利落高關，大家等下加油加油！廣兄太好哦！阿姨，你好，你創係真招師傅呢？哎呦，你招師傅啦？你創係真招師傅？哦，可能加用神明的創過你嘛？有啦，對呀，加好，可能師傅夾在你的創，加創到1分呢？真呢？一號呢？你記唔記得知道用嚟切架創到用板啊？用板。唔對哦。要走誒，要走誒。我老師哦。用啊，推唔走啦。今日坐叫坐 BB 啊。坐到 BB 啦。啊，揾碰釘半坐好啦。師傅 BB 坐可以使嘛？坐堂叫。開玩笑啦。好。你記得嘛？你上班開線的時間。那個分數係冇過嘅，點啊？咩？今日要冷多啦，要健壯啦，感冒。對啊，阿健冇來。誒，阿健病人咧，準備好咧。係啊。係咪？唔對哦，老師啊。因為先生喺度討論一下，感覺啊，啲人係冷多。係啊。哦，所以就一擺要做嚟本比啊淘汰賽。要看安定一下。謝謝老師啊。好，謝謝帥哥。
美女老师啊，再改多改。对对对。哎呀。对对对。我谢谢一下。谢谢老师。我爱记飞啊，谢谢。咁今邊來談一下高中，看下今邊衝動用班，好冇？好，有請鄭老師。莫言數字哈，2月30號，人講一上音9才，無上50來。啊，今邊談到人嘅創業嘅三個字，相當嘅量啦哈。但是也可以談得出，而係有啲會緊張哈。希望孩子哦，整個練，但是練較菜的話，哦，個創作就會較好。各位嘅所有嘅खे友嘅米啊，吼，愛खे較長一些些的，吼，安尼落去，我相信會有較好嘅成績出來。謝謝老師。好，你主要經常那個講咩？崔霞老師。安尼莫言之吼，實在真得人想啊！看到你啊，安尼心情就真輕鬆哈。毋過可能安尼做裁判，錯了是當幫人鬧，就講嘅缺點嘛哈。啊，你有比以前有進步哦，今年拍個也清分。毋過可能啊哈，咬字方面注意哈，還有幼後堂嘅聲音都是要辣掉嘅。哈，還有歌詞配送咧，4、8節要注意啦，歌詞咧不是彎起啦，哈要注意哈，心莫強嘅，數起向斷。哦，心无了强哦，你强哦，也是断音，我是董大声哈。认真错莫认真，认真莫真，真假认真咬字吼，你容音要注意莫三声哈。哦，謝謝老師。係薪火相傳好命生，莫錯落好命生，好命生。可能咬字要注意啦哈，還有注意說你後邊你輸音嘅時候，拜託你輸音，輸法講到彎起時，該彎起你彎，不該彎起你莫彎起，你嘅成績會更加好啊！加油！而家你凊彩伊就會分數啦，講很多冇效。講嘢冇效啦，唔會睇。快分數！啊，你快分數呀！憑廖莫言嘅分數。好啦，恭喜啊！一禮拜過，下禮拜還有好多人當場嘅路喎。謝謝老師。好嘛？加油加油加油！啊，先生講嘅嗰條公平都記得咯。好，謝謝老師。謝謝老師哈。謝謝哦哈。謝謝。謝謝哦，慢慢嚟行。下禮拜係乜嘅呢？東北太熱的。我們女性的偉大。哇，真的。母愛的光輝。是，所以下禮拜哈，所有的朋友一定要準時收看安雅鬧熱大擂台嘅節目。下禮拜就係母親節了，所以我們會做一個母親節特別計劃。但是先在這裡哈，要祝福全天下的母親，大家哈，母親節快樂！母親節快樂！大家這樣辛苦了哈，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好，啊唔好聽邊係要準時收看安尼咧，鬧熱大擂台喲。哎呀，當到朋友好唱歌嘅嗬，急嚟報名啦，好嘛？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好係厲害又記起來呢。還有配2年度。記唔記得？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係咪多謝辛苦評審先生，安子謝，謝謝。哇，我參賽者。辛苦的小哥，謝謝老師們，謝謝阿子謝。好，同時大家忘唔記得咯，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時間呢，鬧熱大